各位觀眾，歡迎返到粵語派息全攻略頻道，我叫 Connia， 係你嘅財務自由導航員。上一集我為大家詳細講解咗4隻傳統高股息 ETF， 包括3075、3466、3451同埋3476。我哋學到咗傳統高股息 ETF 派息穩定，風險較低，適合保守型投資者。今集我會深入拆解 Covered Call 策略，為大家詳細講解4隻 Covered Call 主動型 ETF。呢4隻分別係3415 Global X 標普500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6 Global X 國指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7 Global X 恒生科技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同埋3419 Global X 恒指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我會為大家詳細分析呢4隻 ETF 嘅投資策略、派息率、風險因素同埋點樣選擇適合自己嘅投資標的。首先，我想為大家介紹 Covered Call 策略嘅核心概念。Covered Call 就好似你擁有一間房，然後租出去收租。你既可以享受房嘅升值，又可以收租金。Covered Call 策略就係咁，你持有股票，同時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大大增加派息收入。具體嚟講，Covered Call 策略係指投資者持有某隻股票，同時出售該股票嘅認購期權。當投資者出售認購期權時，會收取期權金。如果期權到期時股票價格低於行使價，期權唔會被行使，投資者就可以保留期權金同埋股票。如果期權被行使，投資者就要將股票賣出，但可以保留期權金同埋股票嘅升值收益。所以 Covered Call 策略嘅派息來源有2個，一個係股票派息，另一個係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大大增加派息收入，派息率可以達到7厘至10厘。而家俾我詳細解釋 Covered Call 策略嘅雙重收入來源。第一個收入來源係股票派息。Covered Call ETF 投資嘅都係派息股票，所以會定期收取股票派息。第二個收入來源係期權金。Covered Call ETF 會定期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期權金嘅多少取決於股票嘅波動率、期權嘅行使價、期權嘅到期時間等因素。呢2個收入來源加埋嚟就係 Covered Call ETF 嘅總派息率。傳統高股息 ETF 嘅派息率通常係4厘至5厘，而 Covered Call ETF 嘅派息率通常係7厘至10厘。但係 Covered Call 策略有一個缺點，當期權被行使嘅時候，投資者就要將股票賣出。呢樣做意味住投資者無法享受股票嘅大幅上升，所以 Covered Call 策略適合喺牛市中等或者熊市環境下投資，而唔適合喺強勢牛市環境下投資。首先介紹3415，全名係 Global X 標普500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5投資美國標普500指數，同時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呢隻 ETF 投資美國科技股同高增長公司。派息率方面，3415嘅派息率約7厘，相對較高。每月派息讓投資者每個月都能收到派息收入。派息貨幣方面，3415以美元派息，投資者可以獲得美元派息收入。策略方面，3415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即持有股票同時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增加派息收入，但期權被行使時，股票可能會被賣出。風險方面呢，由於採用期權策略，風險相對較高，期權被行使時，投資者無法享受股價嘅大幅上升。跟住介紹3416，全名係 Global X 國指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6投資恒生國企指數，同時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
呢隻 ETF 投資香港國企股，派息率方面，3416嘅派息率約8厘，相對較高。每月派息，讓投資者每個月都能收到派息收入。派息貨幣方面，3416以港元派息，呢個特點對本地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優勢，冇匯率風險。策略方面，3416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即持有股票同時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增加派息收入。風險方面，由於採用期權策略，風險相對較高，但由於投資嘅係香港國企股，相對穩定。跟住介紹3417，全名係 Global X 恒生科技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7投資恒生科技指數，同時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呢隻 ETF 投資香港科技股。派息率方面，3417嘅派息率約8厘，相對較高。每月派息，讓投資者每個月都能收到派息收入。派息貨幣方面，3417以港元派息，呢個特點對本地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優勢，冇匯率風險。策略方面，3417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即持有股票同時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增加派息收入。風險方面，由於採用期權策略，風險相對較高。由於投資嘅係香港科技股，波動率較高，風險相對較高。跟住介紹3419，全名係 Global X 恒指被對認購期權主動型 ETF。3419投資恒生指數，同時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呢隻 ETF 投資香港藍籌股。派息率方面，3419嘅派息率約8厘，相對較高。每月派息，讓投資者每個月都能收到派息收入。派息貨幣方面，3419以港元派息，呢個特點對本地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優勢，冇匯率風險。策略方面，3419採用被對認購期權策略，即持有股票同時出售認購期權，收取期權金。呢樣做可以增加派息收入。風險方面，由於採用期權策略，風險相對較高，但由於投資嘅係香港藍籌股，相對穩定。而家俾我為大家分析 Covered Call 策略嘅優勢同風險。優勢方面， Covered Call 策略嘅派息率相對較高，通常係7厘至10厘。呢樣做可以提供較高嘅派息收入。另外 Covered Call 策略可以喺市場波動嘅時候提供額外嘅收入，因為波動率高時，期權金會較高。風險方面， Covered Call 策略有幾個主要風險。第一個風險係股票被賣出嘅風險，當期權被行使時，投資者就要將股票賣出，無法享受股票嘅大幅上升。第二個風險係派息率變化，派息率會隨住市場環境同期權金嘅變化而改變。第三個風險係股價下跌，雖然期權金可以抵消部分損失，但股價大幅下跌時仍然會造成虧損。所以 Covered Call 策略適合喺牛市、中等或熊市環境下投資，而唔適合喺強勢牛市環境下投資。總結一下， Covered Call 策略係一個相對進取嘅投資選擇。3415、3416、3417同3419各有特色。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投資目標選擇適合嘅投資標的。下一集我會詳細講解投資組合構建，為大家示範點樣根據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同投資目標構建一個適合自己嘅月派息投資組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月派息投資嘅知識，就記得立即訂閱我嘅頻道，按個讚。
同埋將條片分享俾你身邊一樣想收派息嘅朋友。感謝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